位于台南市南区已有100年历史的南山公墓，不止安葬无数先人，也承载了地方的历史记忆。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及都市发展，这片数十公顷的墓地如今被纳入开发计划，也因此引发各界对于文化保存和土地开发利用激烈的争论。究竟历史公墓应该被保留呢，或者是为了城市发展而必须让路开发呢？带您一起来关心。这是一座拥有400年历史的城市墓地，安息着超过5万个灵魂。就位在台南市南区的南山公墓，也是台湾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墓葬群。随着文史前辈的脚步走访，因为竹溪切割冲刷所造成的复杂地形，也是台南台地最后原始地貌，印证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这个所在，古早有一个名称叫做金盘窑珠。金盘窑珠是最有名的地理。所谓金盘窑珠，就是讲这的地形好像一个金盘一样，一个山的环状，它环状包围，好像一个金盘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最有名的风水宝地在过去土葬的年代，找地是最要紧的，也深信祖墓和后代子孙的命运是有连结。以南山拥有金盘瑶珠血名的地理形体，就被视为大富大贵的风水，所以这一区也是吸引名人所谓的豪宅墓园，更提醒我们里面有丰富的历史线索。许文龙他父亲是右边金门。迄庄啊，迄门是许文龙他公子，公子啊，他儿子，他儿子，所以这个家就是许文龙总伊的家族的墓地之一啦。伊伫南山阁有其他的墓地，这就是对，右边这门就是因父亲，左边那门就是因儿子。其实这这区来当讲是一个南山公墓的豪宅区啊，因为传统的认为讲这金盘窑做的地理足好，所以大家拢来这个金盘的周围来起大墓。1642年，一位来自漳州的华人移民曾正阳过世，他的后代在南山为他安葬。1985年被列为古迹，也是台湾历史上目前最早的汉人古墓。时间推移到1930年代，当时日据时期的丧葬风俗也是改造的一部分。在竹溪南边的南山公墓即被指定为永久墓地，以家族共有、方柱3段式结构为主的日式墓园整齐排列。可说这里涵盖明清、日治及战后的墓葬文化，不仅是墓地，从石碑、精美的泥塑雕刻以及家族传承的意义，更是台湾历史的缩影。阿公阿嬷，我过来啊！全台湾现在全世界啊，头前有写2字金门的，甲写2字平阳，我都会来上济。本来是高雄上济啦，高雄的8点进去就清掉啊，即马剩南山上济。迄就是咱移民署嘛。咱移民署你都拢袂重视啊，你一个没有历史的，你要成什么国家？随着台南城市向南扩张，南区居民与民意代表强烈要求开发，认为广达94.7公顷的南山公墓区已经让他们长期落后，加上空气污染和登革热等疫情威胁，所以地方联署强烈反对全区保留，也不满文资审议一延宕7年多，阻碍地方现代化和交通发展。为什么要开发南山公墓？就是将我们的南区的脏乱、治安、环保的问题，包括我们殡仪馆的问题一并处理。将原有殡仪馆废掉，
把宾馆在这里做一个宾站，价码抵押专区在那里面。那时候在给我开个会，在各里去开个说明会，受到很多的反应和热烈的支持。107年，我们现任的总统，难道黄伟哲要把现任总统的版本就是抹杀掉吗？我想过去市府呢，对于这个跟文史团体都有种种的一些碰撞。那我觉得今天南区的里长大家全部站出来，都是希望说市府应该要更加的硬起来啦，而不是一再的文资处这边一再的可能被文史团体这边牵着走。我实际极力反对这个南山公墓无意义的保留。南山公墓到南区有已经10000人几啊10档的发展。早在2018年，台南市政府就开始针对南山公墓分期分区办理限期签账，后来因为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暂缓，经过7年多，2025年4月23号，台南市文化资产审议会决议，不将南山公墓登录为文化景观，只附带决议，请市府评估墓葬群保存的可能性，以呈现南山公墓历史纹理与文化价值。南山公墓它不符合文化景观登录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基准但是里头其实也有一些包括早期所指定登录的文化资产包括后期就是108年之后民众所提报的文化资产也有4门被指定登录。那所以有这些墓葬的一个群落的一个部分，用群落的方式来保存，那其实更能够去彰显这整个墓葬的文化的一个价值跟历史的一个价值。南山公墓之所以被认为说是好风水，其实跟整个竹溪是有关系，所以水利局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把最后的这一段竹溪在南山公墓的这一段可以好好的把它做整理。那文资委员也在讨论当中认为说，竹溪的2侧的墓葬群要如何有系统完整性的去把它做一些保存，可以去对应整个历史跟文化还有整个地形地貌。有了不登录文化景观的保护伞，南市府民政局再度公告1.6公顷的南山公墓邻近住宅区约1700座墓种，必须在2026年5月31号前签账。如此也让地方居民长期的痛松了一口气。一个进步的都市，你来看，敢有可能厝边就是这？真少啊！即马真正绝对是无这啊！因讲咱遐嘛是以前嘛是拢边仔拢是做墓仔埔，人遐拢总已经改善啊，非常好，非常好。啊是安怎咱遮有这？你若讲今仔讲遮就是做有重要的所在，过了100年，到你去问你去甲留起来 ，OK 吗？对毋对？村的遮就是爱慢慢开发，就是算讲做西门路以西、永成路以东，遮都会当去甲迄个有需要桥的去甲桥起来，开辟做迄个做公园、道路，还是停车场。遮拢有咧烧嘛，有咧烧一寡迄个库钱啊，有诶无诶。这制作迄个环境卫生佫减歹。足侪人里面拢咧讲建议啦，所以我嘛是希望市政府咧，会当赶紧来开辟。我有看到迄个书方面几档就一边就登革了，几档一边伫遮拢直接起因呢，所以讲环境卫生用好为讲并没有人自虐就不会袂产生啊。面对2026年底西区完成整地的开发曙光，后续交由公务局辟建停车场与广场。另外 A、B 2区则规划成生命园区，朝向原地保存、景观共生，同时整合殡仪馆、纳骨设施、环保葬区，以及启用全新的火葬场来改善污染，解决殡葬量能不足以及交通困境。市府强调绝对没有开发图利，表达尊重文资，适度开发，
以满足市民需求与保存历史记忆之间取得平衡。民团提了100门的一个个别历史墓葬，那最后决议是4门留下，变成历史建筑。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把它当做一个整个历史建筑来做一个保存。那目前的状况就是因为整个自然文化景观跟个别历史墓葬都已经决议了，包括西区的部分都已经不列册了，所以我们才会做整个西区的一个公告签章。那公告签章之后，整个西区未来也不是说所谓的土地财团或者是开发，那我们之后那边是公园用地，那我们会先做公园使用，城市会前进嘛，那历史会让它保留，我们希望这个两者能够共存。虽然市府说的口沫横飞，不过南山公墓自救会却拉起毁灭南山、子孙难安、反对百年墓园变建地等布条，不轻易妥协的柔性抗争再起。尤其随着台南市政府否决文化景观案，重新启动迁葬，由民间所组成的国家级墓葬历史生态园区促进会，坚决要求保存的立场不变。除了选择到庙宇敬告天地，向神明申冤，诉请众神庇佑、祖灵安息，守护历史地景，也宣告启动地方性公投联署，要再次点燃公民行动，扩大社会关心。我们坚持要全区保留，没有一区是可以被迁的。还有他们最近也说，南山公墓影响环境卫生啦什么啦，丢垃圾，死人不会丢垃圾，是活人才会丢垃圾。是市政府自己失职不管理，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出来。这块地其实是台南这个400年来各种史迹所汇集的一个归宿，所有在台南这边甚至整个台湾活动的这些历史的人物呢，他们都归葬在这里。去年4月，市政府已经驳回了这个文化景观案，那他们提报了100多门的这个古墓呢，也都被驳回只保留了8门。那这一点那个零星的这样一个古迹的保存，来对待一个这么珍贵的这个文化遗产这个是让人非常心痛。南山的祭坛呢，完整来看呢，伊是一个会使讲国家级的墓葬文化这不只是讲荷兰明清的古墓群古墓群过来伊呢显示着这3界呢迄个墓地呢安尼堆叠呢迄个历史，不管是墓葬文化，还是讲生态，还是讲河川，还是讲呢，伫咱汉人的价值来讲呢，墓葬文化的价值甲咱伫遮呢，留下咱台南呢，一寡历史人物伫遮安心的所在，灵魂伫遮安住的所在。以南山是台南的根，祭祖是我们的魂。民间团体不满地方要市政府把这些拍米清除的堕落，虽延续庙宇申冤，完成百庙巡礼的行动，也让大家感受满满的灵气和神威。相信礼敬禀告时，主神一定会收到他们的诉求。更希望展现宗教界护卫传统价值的力量。南山公墓面临强制毁墓危机，呼吁众人发起守护行动，联署公民投票，呼吁台南市民为南山祖墓表达保留意见。阮祖墓伫遐已经几十栋啊啦，伊对这个开发案，阮是感觉不太认同啦，毋是讲积极。所以讲伊若是感觉讲遮无够用啦，应该是爱分流，袂当拢积伫南区啦，更会受到这个脏乱啦。所以讲，阮是坚持讲，阮的祖墓伫遐，
爱互伊有尊严，互伊好咧大遐，无必要去遐动遐这个用途啊。台湾过去对文化资产的保存还是停留在古迹跟一些历史建筑那其实从那文化资产保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公墓呢也是一个很重要、很珍贵的一个文化资产的保存。那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由台南的民间团体来呼吁让大家来重新重视呢，那个公墓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南山公墓有5万个坟墓，那你破迁在这个很短期，它必须5万门全部挖起来再烧一次，你就等于主动创造了5万门的火化的速率效率，变成一个产业，而不是关心我们的生态跟环境，还有居住正义。那其实南区跟台南市民会沦为 PM2.5 戴奥辛的一个空污危害。我们主张要保留维护这个大家共同的历史依据。为南山公墓上街头，也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次以公墓保存为诉求的游行。民众表示，他们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社稷挖掉。民间说，宁愿破坏10座庙，也不能挖掉民家一门祖坟，所以认为政府以环境整理和安全风险急着开发南山，实际上却是亲手阉割台湾人的底气，决断自己与先贤的连结，强调守住南山就是守住我们的最后尊严。公墓一向是让多数人回避的空间，没有适当的引导，真的难以窥入堂奥。南山公墓的未来是要守住历史文化，或是迁移开发，让执政者难以决策。究竟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历届有意竞争大位的政治人物，应该都无法逃避这个问题。守护南山，守护南山，支持公投，支持公投。不管公投连署或者是游行，是否能成为解决多年争议的最后答案，或者只是开启更深层对立的序幕，值得反思。拥有都市计划专业的商玉芳，就曾经大动作在南山公墓商家祖坟前宣布参选台南市长。他表示，他的第一个政见就是要全区保留南山公墓，因为他不相信大家愿意同意扫墓的停车场，竟然是毁掉别人祖墓所新建的。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来扫墓的人希望自己扫墓的停车场是毁掉别人家的祖坟，所以南山公墓的存废其实是关系以我这个都市计划的专业者来看，南山公墓的存废其实是关系到整个台南市城市规划的跟城市发展的格局，甚至台湾的未来。另外，宣布引进西班牙 Crazy Friday 和泰国 Night Market 概念来开发南山公墓的企业家林义峰，将公墓变成夜市的政见，企图创造居民有感，解决民众的痛，已经不在乎是否可行。至少这场政治秀已经成功吸引眼光。45家搁来规划做大巨蛋，这个规划落去咧，就是讲，咱唔是单要影响台南市尔，咱是要全世界知影讲，咱遮有Crazy Friday，互咱的台南市的市民去参考。咱这规划是正界，伊较有法度活络南区。活络南区，会当变一个生理的商场，会当国际去拍开讲。这个所在真正做落去，会当甲高雄、台中、台北去比较。时间轴来到民进党内激烈的台南市长初选，立委陈天飞和立委林俊宪2位参选人，也都公开应民间团体邀请，来表达对南山公墓的见解。虽然发言只是停留在沟通和社会对话，不过也凸显政治人物无法逃避这个议题。大家说要把它做成博物馆，可是博物馆真的能够把大家期待给先人的这些做一个好的保护跟规划吗？还是会影响到地方的一个产业发展？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需要跟大家好好坐下来沟通。因为从所有的公民团体跟刚刚的一些给问嘛的一些问题，其实所欠缺的就是沟通。南山公墓要整理啊，当然没那么容易，它也必须要有社会共识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对话，那也必须要有很多的社会很多投入很多的经费。但南山呢，我在几年前，大概在5年前，我就那时候赖清德在当行政院长。我去找他，我说我们先来做一个事情，让它成为整理南山的开始，就是整治竹溪了。迁葬和开发，相信绝非只能2选1。成大历史系教授陈文松就以日本多摩陵园的公墓公园化为例，来探讨以历史文化升格的台南应该有的思考。让南山成为一座会说故事的城市公园，看见历史，守护生态，连结未来的文化地景。如何开发，或是说开发的必要性，或是说开发的一个程度，或是开发的目的是什么？对，那其实在国外有非常类似的，比如说他们也是一个有历史久远的一个墓园但是他们在目前他们所呈现的反而是一个公园化的一个墓园公园化墓园。那比如说在我比较熟悉的日本它即使在东京都里面就有一个多摩陵园那这个面积也非常大，里面也是古木参天古木参天。然后我想他们在日本的一个安葬的一个礼俗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家族家族在这个陵园里面有一块他们自己所属的一个墓地然后就是他们也是透过火葬火葬之后把他们的骨灰什么就是收在这个他们等于是家族共用的一个坟墓里面那我想在南山公墓也是有很多是历代祖先因为后来他们也是把自己的后代的一些前人就把它放在同样的一个公墓里面我想这样的方式除了墓本身之外，你周边的环境怎么去营造，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以往我们台湾在处理这些墓地的态度都是以邻避效益，就是说将它墓地铲除化，然后甚至隔离化的一个角度来看。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国外的一个发展趋势来说，事实上呢，墓地可以多元性的一个角度经营。那我们现在台湾也正在起步，像这个宜兰礁溪有这个樱花公园等等渭水之丘。那事实上呢，也开始有这个所谓迈向国际潮流的一个趋势。那像我们看到这个好莱坞永恒公墓，它甚至还会提供这个瑜伽练习的一个场所。所以当这个繁忙的这个都市生活之下，事实上墓地公园反而提供了一个人跟时间对话，面对这个生命顺势的这个感叹的一个安慰。那除此之外呢，也是自我修行或者是这个安心的一个场所。那所以在这边可以自我这个学习，然后可以在这边自我的放松，甚至可以悠闲的运动。那这个可以看到我们在国外很多的这个墓地里面所扮演的，异于其他公园这个所谓墓地公园所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灵的一个角色。坟墓总是给人阴森可怕的感觉，不过却是无数家庭情感与历史价值的地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片台湾目前仅存最大最古老的南山公墓？在决定南山命运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我们要守护的是怎样的南山，或者是我们可能失去的是什么。在尊重历史和追求进步的天平两端，台南人显然正在挣扎，或是正在矛盾中选择的一个过程。这场都市发展、居住环境改善与文化资产保存的长期角力，
在21世纪的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如何与现代城市并存或互动。而且南山公墓已经不再只是地方的议题，也是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焦点。就让我们集思广益，好好的沟通思考，共同来面对。